生命輪迴，超越時空的前世療法，第4章，衝突關係嘅治療，愛嘅考驗。狄恩，40歲，商界經理。距離接受治療有好多原因，其中一個就係佢同瑪麗露之間嘅感情糾葛。狄恩喺波士頓出世，係個拘謹、聰明又帶點理想主義嘅典型北美人，仲有意大利人血統。瑪麗露就嚟自南加州，兩個人文化同宗教背景都唔一樣，不過一見鍾情，一拍即合。問題根本唔係出喺一見鍾情上面。瑪麗露鍾意同男人聊是鬥非，通常飲咗1、2杯酒之後，平日嘅矜持就會瞬間消失。喺宴會入面，會熱情擁抱男性朋友，摸佢哋個頭同頸，仲喺迎客同送客嘅時候錫男性友人。有時宴會中途都會玩呢套，不過佢嘅行為淨係止於調情，唔會越界。狄恩實在頂唔順佢喺公眾場合咁樣調戲人，成日會對住瑪麗露嗌交，要求佢自尊自重，大方得體啲。佢深知自己受男人要有教養呢個價值觀影響，但係火氣一上嚟就乜都顧唔到，通常都控制唔到自己嘅怒火。佢從未對任何一個女人發過咁大嘅脾氣。狄恩離過一次婚，同唔少女人約過會，都戀愛過幾次，但係拍拖過嘅女人冇一個令佢發咁大癲。針對狄恩嘅憤怒情緒，我哋傾咗好幾個禮拜。一個禮拜三下午，佢照約嚟復診，但係一入門就滿肚火。原來瑪麗露又舊戲重演，尋晚宴會嗰陣，瑪麗露又同一名男客打情罵俏，玩得不亦樂乎。狄恩怒火沖天，真係想扭斷佢條頸，嚇得瑪麗露面青口純白。呢一對情侶平日都係成熟體面嘅專業人士，但係瑪麗露一飲酒就唔識收斂，克制唔到自己同男人調情嘅行為，成日激嬲狄恩，而狄恩亦會因為咁變成火爆蠻牛，令瑪麗露覺得佢兇暴本性難移。針對尋晚嘅事，我哋傾咗30分鐘，但係整件事嘅畫面一直喺狄恩腦海入面重播，火氣完全消唔到。點解佢成日都做呢啲事？狄恩激到癲，猛咁拍台。佢係想毀咗我哋嘅感情咩？其實瑪麗露願意為咗狄恩改變自己嘅宗教信仰，而且我哋當時正籌備緊婚禮。我同狄恩傾嚟傾去都冇結果，亦都無法平復佢嘅憤怒、恐懼同其他負面情緒，因為佢已經嬲到極點。不過狄恩都肯聽我嘅建議，不如我哋試下揾出問題嘅症結，即係呢段感情問題嘅根源。可能你以前有個女朋友同瑪麗露一樣，又或者仲有更深層嘅因素，我哋一齊揾下。狄恩答應接受催眠，冇耐就進入咗催眠狀態。我提醒佢盡量諗翻起感情衝突嘅根源，揾出背後嘅原因。我冇辦法預計用呢種非指導性嘅建議會得到咩結果。雖然我曾經用呢種方式幫過好多病人回溯前世，但係每次得出嘅結果總會令我感到驚訝，亦都對人生嘅奧秘更加謙卑。狄恩嘅身體喺催眠之下變得好放鬆、好平靜，跟住又突然緊張起嚟。我聽到侄仔講嘢，佢細聲話，語氣帶住興奮。我見到佢啦，佢着住白袍，有黑鬍鬚。我伯父同佢一齊，佢哋正對住我講嘢。狄恩嘅伯父同侄仔已經過咗身好多年，佢哋話俾我聽，由佢啦，由佢啦，佢必須透過呢件事成長，改善自己嘅態度、唔當嘅行為。呢個係愛嘅考驗，只要佢克服咗唔好嘅習慣，就會返嚟你身邊。事情仲未就此結束，而家我哋要講啲事俾你知。狄恩嘅親戚繼續講，突然之間，好多前世嘅愛人喺狄恩嘅心靈之眼閃過，
佢睇到目定口呆，仲有啲驚。我用一把長劍殺咗佢。狄恩睇到血淋淋嘅畫面，佢對我不忠，我激到殺咗佢。呢場慘劇發生喺公元7世紀到8世紀之間，當時狄恩係一名伊斯蘭戰士。狄恩仲喺另外2個古代前世入面殺過瑪麗露，亦都喺好幾個前世入面因為流言蜚語拋棄過瑪麗露。即係話狄恩殺過佢3次，仲拋棄過佢好多次。但係瑪麗露就好似浴火重生嘅鳳凰一樣，不斷離開又接返。總括嚟講，狄恩發現自己同瑪麗露已經重複咗分離與重逢嘅戲碼，至少有6世。而且喺血腥殺人或者拋棄對方嘅時候，佢總係扮演男性角色。喺另外一系列前世回溯入面，佢哋有時會互換性別，有時係敵人，有時係朋友，有親戚關係，亦都有性關係。狄恩嘅怒火就此完全消失。唔夠1個鐘頭嘅時間，佢覺得自己對瑪麗露充滿咗比今生一見鍾情更加濃厚嘅柔情蜜意。狄恩事後將前世回溯嘅經歷講咗俾瑪麗露聽，仲表明由得佢嘅態度，允許瑪麗露同自己結束呢段感情。但係瑪麗露唔願意離開，佢希望大家可以努力改善彼此嘅關係，唔使太計較分唔分手。狄恩亦因此體會到，所謂由得佢，並唔代表分開，當中仲有好多深層次嘅含義。狄恩終於明白，所有前世揭示嘅嘢，都係想話俾佢知，佢心入面嘅戰士需要更多力量，而呢啲力量嚟自愛、同情同理解。佢需要嘅係智慧、希望同信心嘅力量，唔係由憤怒爆發出嚟嘅虛假力量。佢亦都知道侄仔同伯父其實仲喺度，死嘅只係佢哋嘅肉身，而未來佢自己亦都會永遠存在。瑪麗露同狄恩喺1年之內結咗婚，佢哋之間嘅衝突從此冇再發生過。狄恩唔會再大發雷霆，重蹈覆轍，而瑪麗露亦都唔再刻意惹佢嬲。佢哋比起戀愛嘅時候更加識得溝通，因為2個人都從憤怒入面學到更重要嘅一課，體會到憤怒嘅毀滅性同埋無止境嘅輪迴悲劇。而家只要其中一方受到少少衝突嘅味道，無論問題幾細，佢哋都一定會傾偈，諗辦法解決。狄恩同瑪麗露呢對枕邊鴛鴦，確實有能力開誠佈公，進行深入、親密又愉快嘅溝通。人生入面嘅某些難關同挑戰，經常發生喺家庭或者情感關係入面，仲牽涉到我哋愛嘅人。我哋活喺自己嘅肉身入面，透過身體去表達情感，呢個就係人類嘅溝通方式，亦都係我哋學習同進化嘅主要方法。就我所知，治療師所做嘅情感、婚姻或者家庭治療入面，大部分嘅激烈衝突或者長期矛盾，都有前世嘅根源。除咗探索今生之外，仲兼埋探索前世嘅治療方法，已經證明可以幫助解決好多一般治療法搞唔掂嘅問題。瑪麗露同狄恩就係最好嘅例子。當我哋跨越今生嘅時空，揾出問題嘅根源並加以治療，病人就唔使承受咁多痛苦，甚至可以避免受苦。通常今生裏面情感衝突所引起嘅憤怒、恨意、恐懼呢啲負面情緒，實際上可能係源自好幾百年前。前世情敵嚟自費城嘅戴安娜，今年40歲，家境富裕。佢因為長期心情抑鬱，所以嚟睇診。診療嘅時候，我確信佢同女兒之間長期嘅爭執同敵對關係係令佢唔快樂嘅主要原因。戴安娜第一次抱起剛出世嘅女兒嗰陣，心入面突然湧起一股厭惡感。戴安娜回憶起當年抱起另外3個剛出世嘅子女嗰陣，從冇過呢種唔舒服嘅情緒。佢對呢個女兒油然而生嘅嫌棄同厭惡感到好困惑。
泰瑪就係呢個女兒，而家18歲，母女倆就好似水火不容一樣，經常為咗雞毛蒜皮嘅小事爭執吵鬧。前世回溯嘅時候，戴安娜話，當年泰瑪即將出世嗰陣，佢突然大出血，瀕臨死亡邊緣。佢感覺到自己漂浮喺肉身之上，睇住丈夫驚慌失措、火燒眉毛咁去叫醫生。戴安娜經歷咗一場瀕死體驗。經過今次診療，我認為佢哋母女之間嘅感情應該會有改善，因為戴安娜之所以憎女兒，可能同當年難產有關。回溯咗呢段經歷之後，佢應該可以睇清事情嘅真相，釋放負面情緒，從而疼惜女兒。但戴安娜喺之後嘅診療入面話，佢同泰瑪嘅關係依然風波不斷。我哋於是再試咗一次回溯治療，今次相當成功。戴安娜終於諗起佢同女兒嘅長期敵對關係，並唔係今生難產造成嘅，而係源自前世。戴安娜同泰瑪喺前世入面，為咗爭奪一個男人嘅愛，互相爭風呷醋，最後反目成仇。而呢個男人正正就係今生戴安娜嘅丈夫，泰瑪嘅父親。好明顯，前世爭風呷醋嘅情敵，輪迴轉世到今生，又再一次鬥過。經過今次前世回溯，戴安娜終於明白佢同女兒嘅前世恩怨，兩個人嘅關係都多少少改善。不過戴安娜冇將呢件事講俾女兒聽，因為佢覺得呢種經歷實在難以啟齒。另一方面，泰瑪竟然亦都去咗接受治療，而佢嘅治療師亦都幫佢做咗前世回溯。泰瑪嘅前世經歷竟然同戴安娜一模一樣，連細節都分毫不差。可想而知，戴安娜聽到之後，實在驚訝到講唔到嘢。最後，佢終於誠心誠意咁將自己嘅前世經歷分享俾女兒聽。呢個震驚嘅真相令佢哋產生咗全新嘅感受，無止境嘅競爭同敵意亦都得到轉化。佢哋嘅關係終於出現咗新嘅契機。而家戴安娜同泰瑪已經變成一對好朋友。治療婚姻危機。一個陽光溫暖、帶少少濕潤嘅10月早晨，我準備開車返工，順路送女兒返學。出門嗰陣，我擁抱咗卡洛，互道再見。唔好忘記寫感情關係呢一章。卡洛提醒我，成個週末我同卡洛都係傾緊親密關係同夫妻治療嘅事，亦都傾咗前世相處嘅情況對今生關係嘅影響。卡洛知道我每日都會留啲時間寫下我哋嘅想法同結論。11點鐘正，我唯一嘅新病人走咗入嚟，唔知佢用咗咩辦法遊說護士，要求將佢嘅診症時間排喺第一位。今日就係約好嘅日子。30歲嘅曼婷係2個小朋友嘅媽媽，佢話自己最大嘅煩惱就係7年嘅恐怖婚姻生活。曼婷嘅童年好快樂，同父母相處嘅時光好美好。佢同2個小朋友，4歲嘅女兒同2歲嘅兒子相處得亦都好開心。曼婷鍾意自己嘅屋企，喺牙醫診所嘅工作亦都好愉快。唯一嘅麻煩就係丈夫霍爾，佢成日都發號施令，嫌3嫌4，睇曼婷唔順眼。無論曼婷做咩事，佢冇一樣滿意，經常吹毛求疵，專登揾藉口屈佢串佢。曼婷覺得丈夫就好似一塊大圓塊，死死地壓住自己，又好似一條毒蛇纏緊自己嘅頸。盡管如此，曼婷依然不斷努力維持婚姻嘅幸福。佢哋曾經分居好多次，懷第2胎嗰陣就已經係第2次分居。曼婷本來唔想懷孕，但霍爾強迫完又強迫，搞到佢懷孕之後又離開咗佢。霍爾離開咗又接返，低聲下氣咁道歉認錯，但係冇耐又再一次走佬。
曼婷只能夠被動咁逆來順受。無論係個人同埋夫妻嘅心理治療，都完全改善唔到呢段同床異夢嘅婚姻。覆診前嘅幾個禮拜，曼婷曾經參加過我喺邁阿密主持嘅工作坊。我教咗200幾名出席者點樣做意象、想象，同埋點樣喺催眠狀態下經歷回溯體驗。我帶領成個團體做咗2次前世回溯，佢哋都閉上雙眼，完全放鬆，跟住我嘅引導諗返起童年嘅細節，甚至回到更遠嘅時候，接觸前世嘅記憶。曼婷喺練習嘅時候進入咗好深層嘅放鬆狀態，佢覺得好安詳、好平靜，亦都諗返起咗今生嘅幼年時期，但係就冇辦法再退到更遠嘅時候。曼婷完全冇前世嘅記憶，咩都睇唔到。曼婷帶咗一卷錄音帶返屋企，入面係我嘅聲音，專門引導大家放鬆同練習前世回溯。曼婷聽咗錄音帶之後，整個人變得好放鬆，有時甚至唔覺瞓着咗。但係佢依然諗唔返起任何前世嘅畫面。我翻咗曼婷嘅生理同心理病歷，然後就幫佢催眠，令佢進入好深嘅催眠狀態。同參加工作坊或者喺屋企聽錄音帶唔同，而家佢可以回答我嘅問題，而且我亦都可以更加細心咁針對某些問題引導佢。我請曼婷諗返起童年嘅快樂時光，佢好快就諗起咗過5歲生日嗰陣溫馨嘅日子。我見到爸媽、爺爺、嫲嫲，呢度有好多禮物。曼婷諗到呢度，臉上露出咗笑容。的確，呢個係一段歡樂嘅時光。嫲嫲親手整咗佢最拿手嘅朱古力蛋糕。我睇到個蛋糕睇得好清楚。打開禮物，睇下佢哋送咗啲咩俾你。我咁樣提示佢。佢打開色彩鮮艷嘅禮物包裝，睇到新衫、新公仔等等一大堆嘢。呢個5歲嘅小女孩開心到不得了。我決定再推進一步。而家請你再退遠啲，回到你同而家嘅丈夫或者任何屋企人曾經一齊生活過嘅年代，退回到你而家婚姻問題嘅根源處。曼婷即刻皺起眉頭，跟住就細聲喊咗出嚟。我好驚，好黑，一片漆黑，我咩都睇唔到。我好驚，好似有啲咩事就快發生。佢嘅聲音細得好似個小朋友一樣。我估曼婷可能係處於中陰身嘅狀態，但係點解佢會咁驚呢？我感到好困惑。我會輕輕拍你嘅額頭，然後從3度數到1。當我數到1嘅時候，你就會睇到自己喺邊度。呢一招果然有效。我係一個細路女，坐喺一張大台旁邊。個房好大，冇咩家私，淨係得呢張台。我正喺度食碗入面嘅嘢，好似係燕麥粥。我用嘅湯匙好大。你叫咩名？羅貝卡。佢回答話，佢唔知道當時嘅年份，但係後來諗返起呢一世嘅死亡經歷嗰陣，佢話係1859年。淨係得你一個人咩？你老豆喺邊度？我唔識講，我唔知。佢又喊咗起嚟。我老豆喺嗰邊，但係媽咪唔喺度，佢死咗，係我害死佢。曼婷解釋話，羅貝卡嘅媽咪因為生佢嘅時候難產而死，老豆將所有責任都推咗落女兒身上，要佢為媽咪嘅死負責。佢對我好衰，成日打我，仲將我鎖喺衣櫃入面，我好驚。佢繼續喊住話，而家我終於明白點解頭先曼婷會驚黑暗，嗰根本唔係中陰身狀態，只係因為佢被鎖喺漆黑嘅衣櫃入面，喺伸手不見五指嘅黑暗之中，唔知慘慘地挨咗幾耐。羅貝卡嘅老豆係一個木匠，將女兒當成奴隸咁對待。
每日都俾做唔完嘅家務佢做，成日鬧佢、打佢、搵佢麻煩，仲將佢鎖進唔見天日嘅衣櫃。曼婷含住眼淚認出呢個男人就係霍爾今生嘅丈夫。羅貝卡從冇離開過老豆半步，就算佢為人粗暴，完全唔錫女兒，佢都係一直留喺佢身邊，直到老豆臨終。我叫佢再諗返前啲。羅貝卡嘅老豆過身嗰陣，佢剛好30歲。我問佢老豆死咗之後有咩感覺，終於鬆咗一口氣，好強烈嘅解脫感。我好開心佢走咗。之後羅貝卡同湯姆結咗婚，湯姆對妻子體貼入微，照顧周到。曼婷認出呢個湯姆就係今生嘅兒子。湯姆一直好想有個小朋友，但係羅貝卡唔想，因為佢驚自己會同媽咪一樣，因為難產而死。盡管如此，佢哋依然過得好幸福。湯姆走咗先，跟住就輪到羅貝卡。我加快速度，引導佢去到死亡嗰一日。我躺喺床上，我已經係一個頭髮花白嘅老婆婆，我一啲都唔驚。好快我就可以見到湯姆。羅貝卡死咗，漂浮喺肉身之上。你從呢一世學到咩？我追問。我一定要堅強啲。佢想都唔想就回答，只要係我認為對嘅事，我就應該去做，咁樣就唔會有無窮無盡嘅折磨。我一定要堅強啲。脫離催眠狀態之後，曼婷對前世嘅記憶歷歷在目。佢興奮到不得了，覺得自己變得更強壯、更舒坦、更輕鬆。一直纏住佢頸項嘅毒蛇終於離開咗。我原來係喺重蹈覆轍。佢終於豁達咗，笑得好開心。我留意到曼婷因為呢個發現興奮到全身發抖，佢滿心歡喜咁離開咗診療室。我唔知道佢嘅婚姻將會有咩改變，但係我可以估到，無論發生咩事，佢對感情關係嘅立場一定會變得更加堅決，而且亦都更能夠掌控自己嘅人生。佢一定會好好生活落去。2個月之後，曼婷打電話俾我，話佢嘅婚姻喺前世回溯之後有咗明顯嘅改善，佢變得好堅強。可能因為佢唔再咁軟弱，霍爾對佢亦都體貼咗少少。又或者當曼婷將前世嘅經歷詳細講俾霍爾聽，仲講明咗佢前世今生嘅角色，某段遙遠嘅記憶終於喺佢心入面激起咗回響。輪迴不已嘅人際關係。透過感情關係，我哋學習點樣表達愛、接受愛，亦都學習點樣原諒別人、幫助別人、服務別人。我有啲病人曾經體驗過中陰身狀態，從佢哋嘅經歷入面，我越嚟越相信，每一世出生之前，我哋都會選擇自己想轉世嘅家庭。我哋會選擇同某些靈魂一齊，希望佢哋可以幫助自己成長。呢種選擇或多或少都決定咗我哋嘅生活方式。而喺以前好多前世入面，已經一齊相處過嘅靈魂，喺我哋選擇嘅過程入面，亦都會有互動。經常有人問我，佢哋會唔會喺來世同愛嘅人重逢？我發現熟悉嘅人確實會重聚，仲會不斷輪迴相遇。好多相關嘅研究亦都贊成呢種睇法。我哋會同類似嘅靈魂一齊輪迴轉世。輪迴嘅團體人數會越嚟越多，呢個係因為生命輪迴次數增加而繁衍出嚟嘅。但係團體嘅核心成員並唔會太多，幾乎係固定嘅。改變嘅只係彼此之間嘅關係，例如母子關係喺另一世可能會變成兄弟關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會變，但係靈魂始終係當初嗰個靈魂。透過前世回想，我哋大致上都可以知道前世嘅各種關係。通常我哋嘅潛意識之所以能夠認出前世嘅某某人，係因為佢重複性嘅行為直接吸引咗我哋，或者令我哋感到厭惡。而親人、夫妻呢啲熟悉嘅人，佢哋嘅行為就更加容易辨認。除咗親友、
血緣關係會重複之外，其他關係，例如僱主同員工、鄰居、師生，甚至係暴君壓迫百姓呢種關係，都有可能輪迴重現。何平45歲，佢嚟接受治療嘅時候，不斷抱怨自己心情低落，因為佢成日俾個仔史弟激到爆。史弟讀緊一間好有名嘅私立學校，但係學業成績好差，仲成日走堂，原因係佢有學習障礙。佢仲經常大聲頂撞何平，媽媽講咩佢都當耳邊風，仲反過嚟激嬲媽媽。何平對呢個仔真係感到頭痛。照我嚟睇，史弟並唔係冇藥可救，只係何平嘅反應太過激動啫。但係何平認為自己必須保護好自己，費事俾史弟逼到發癲。於是何平嘅抑鬱同史弟嘅壞習慣就變成咗一個惡性循環。何平越嚟越想離開呢個衰仔，不過經過傾談之後，我發現令何平覺得人生冇意義嘅根本原因，並唔係喺個仔身上。何平平5歲嗰陣，老豆拋妻棄子走咗；7歲嗰陣，媽媽又過咗身，佢同細佬變成咗孤兒。之後嘅2年，佢哋無家可歸，淨係可以幫人打雜、做清潔、換返3餐同啲舊衫，又或者係喺街邊執垃圾，拾荒度日。9歲嗰陣，嫲嫲終於揾到佢哋2個細路，先至終於有咗落腳嘅地方。但係好景不常，13歲嗰陣，嫲嫲屋企出現咗財政危機，2子弟只好被送去寄養家庭。1年半之後，佢哋先至返到嫲嫲身邊，一直住到何平20歲結婚為止。何平嘅婚姻曾經4分4合，不過後來一家人始終都係團聚埋一齊，屋企嘅經濟狀況亦都好似改善咗唔少。我試住引導佢回溯童年，但係何平平一直都入唔到狀態，仲變得好焦慮，唔想再提呢啲傷心往事。最後我決定完全跳過童年嘅記憶，可能會對佢更有幫助。跟住我嘅指示，何平嘅回溯過程變得平靜咗好多。好快，佢話自己變成咗19世紀末一個年輕嘅男人，正行喺一條市街上，然後行入一間辦公室，老闆就喺入面。呢個年輕男人好嬲咁鬧老闆，話老闆剝削自己。佢幾乎冇賺到咩錢，但係老闆竟然將佢應得嘅人工分咗俾其他員工。呢個男人怒不可遏，轉身就走，發誓永遠都唔會再返嚟。之後嘅一生入面，佢從未體驗過快樂嘅滋味，因為被老闆剝削嘅怒火一直鬱結喺心，直到離世都冇消散。何平認為呢係一次好嚴重嘅背叛，而呢個老闆就係今生佢個仔史弟嘅前世。完成回溯之後，何平對史弟嘅行為似乎變得更加理解，佢體會到佢哋呢一世嘅關係已經唔同於上一世，亦都更加明白史弟嘅叛逆只係自己反應過度啫。史弟並唔係有意頂撞佢，只係青春期嘅正常現象。如果佢可以睇開啲，呢一世嘅母子相處關係想必會順利好多。何平亦都同時明白到令佢感到反感嘅背叛同剝削，問題並唔係出喺史弟嘅行為上面，而係出喺自己嘅情緒上面。其實早喺史弟出世之前，佢同細佬嘅童年已經係咬緊牙關。捱過嚟嘅呢一點，足以證明佢都有堅強嘅一面。佢亦都明白前世對老闆嘅執着怒火，最後反而傷害咗自己，仲危害到今生同史弟嘅母子關係。我哋不斷傾談，討論佢前世轉身離去嘅行為，究竟係如何影響到史弟今生嘅頂撞同叛逆。何平嘅治療仲喺繼續進行，佢越嚟越清楚自己需要解決嘅係咩問題，亦都明白到自己嘅焦慮同抑鬱並唔完全係個仔造成嘅。佢變得更加務實，
眼界亦都更加開闊。如果佢之後仲能夠發現自己同史蒂嘅感情關係並唔止呢2世，而係有好多好多世，我絕對唔會感到驚訝。改善親子關係。親子關係係人生之中好重要嘅一種關係，呢種關係有促進我哋成長嘅潛力。有時候長輩不免會對後輩嚴格管教，不過嚴格管教並唔代表要剷除親子之間嘅幽默感。幽默感同樣都有刺激我哋成長嘅潛力。仲記得有一次我向參加工作坊嘅人講解，話我哋出世之前會選擇適合自己嘅家庭，希望可以獲得最大嘅成長可能性。呢個時候有一位媽媽轉過頭同身邊嘅女兒講嘢，而個女仔似乎唔太同意我嘅講法。媽媽對住個少女話：你睇，係你自己揀咗我做你媽咪。有個女仔眼都唔眨一下，即刻反駁：係咩？咁我當時一定係太趕時間，慌失失揀錯咗啦。唔使講，呢段對話充滿咗幽默感。其實媽媽同女兒願意一齊嚟參加工作坊，或多或少都可以睇出佢哋有一段唔錯嘅親子關係。屋企嘅每一個成員，又或者係夫妻，都可以一齊參加工作坊。佢哋可以選擇單獨探索自己嘅前世，又或者係同時進行回溯，解決彼此共同嘅困擾，令雙方嘅關係變得更有意義。當佢哋互相分享、比較彼此嘅前世經歷時，有時候會發現，原來大家曾經回溯到同一個時代，仲喺前世見過面。呢種共同回溯嘅方式，對於改善彼此之間嘅關係，通常都有立竿見影嘅效果。同個人回溯改善生理症狀同感情問題嘅效果一樣好。事實上，有啲專門處理家庭同夫妻問題嘅治療師，早就已經採用呢種方法，而且成效顯著。修養關係同親生關係一樣，都適用前世回溯呢種治療方法。我曾經幫好幾個養子做過前世回溯，佢哋都發現喺好多前世入面，自己同養父母其實都有過唔同嘅關係。病人唔一定需要透過催眠回想前世先至可以改善親子關係。貝斯蒂就係一個好例子。佢老豆對佢管教好嚴厲，兩個人之間積怨好深，而老豆最近亦都過咗身。貝斯蒂覺得老豆根本唔愛自己，成日用言語暴力、精神虐待佢。雖然貝斯蒂心入面仲係愛住老豆，但係兩個人長期積累嘅怨恨，令佢冇辦法客觀阻解彼此關係嘅症結。所以治療嘅時候，佢一直都冇辦法正視呢個心結。最後我用咗催眠嘅方法，請貝斯蒂想象一個好寧靜嘅靈魂樂園。喺呢個樂園入面，佢嘅老豆出現咗，仲傳遞咗一個訊息俾佢。請你將我當成係你阿哥。呢個方法好有效，只要貝斯蒂將老豆想象成同輩嘅阿哥，平等嘅關係令佢唔再畏懼高高在上嘅老豆。於是佢終於可以更加清楚、更加自在咁睇到老豆嘅缺點同優點，然後佢先至可以真正咁了解佢、原諒佢，令所有嘅不快都化為烏有。呢種暗示好有力量，我亦都開始採用呢種方法治療啲同父母關係破裂嘅病人。用弗洛伊德學派嘅術語嚟講，呢種方法可以大量消除投射作用所造成嘅認知扭曲。靈魂有伴，同其他靈魂一齊經歷無止境嘅成長，分享好多好多嘅有生之年，亦都分享快樂同悲傷、成功同失望、關愛同原諒、憤怒同寬恕。所有呢一切都意味住我哋需要靈魂有伴。靈魂有伴嘅意思係，當我哋遇到某一個人嘅時候，會即刻感到好親切，好似曾經一齊相處過好耐一樣。呢種關係唔一定係浪漫嘅愛情關係，我哋嘅靈魂有伴唔一定淨係得一個。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另一半，揾到呢個另一半之後，我哋先至可以成為一個完美嘅靈魂。呢種講法只係講對咗一部分。事實上，我哋嘅不完美似乎需要結合好多嘅靈魂有伴，分享我哋嘅喜悅、成長、親愛，並且將呢啲情感不斷擴展，先至可以變得完美。最初嘅靈魂有伴可能只係一個細小嘅團體，但係當我哋經歷咗好多世，體驗咗更多深層次嘅經歷之後，就會結識更多嘅靈魂，團體亦都會變得越嚟越大。所以我哋每一世嘅靈魂有伴，絕對唔止一個。我哋愛人嘅能力可以用某一種方式令我哋嘅靈魂變得更加完美，而其他關係，例如摯友、父母、子女等等，同樣都可以令我哋嘅靈魂更加趨向完美。當我哋同靈魂有伴互相交流，一同成長，我哋嘅生命層次就會更上一層樓。我哋超越咗舊有嘅模式，對於愛與喜悅嘅體驗變得更加深刻。與此同時，憤怒同恐懼嘅情緒亦都會慢慢減少。當我哋達到某一個層次之後，就會選擇轉世投胎，直接幫助別人，又或者係選擇處於靈魂嘅狀態，幫助另一個層次嘅人。到咗呢個時候，透過生命輪迴嚟成長，就不再係必要嘅事。因為生離死別而失去靈魂有伴，絕對唔代表失去咗成長嘅機會。我有一個病人，佢嘅丈夫因為意外過咗身。佢當然傷心到極點，佢唔單止失去咗靈魂有伴，連生活似乎都失去咗目標同意義。針對呢個問題，我不斷提醒佢，不妨將眼光放遠啲，佢嘅未來好有可能同以前一樣，充滿愛意、同情、關懷同成長。2000年後重逢，同靈魂有伴經歷咗意想不到嘅長期分離之後，好大機會可以喺未來再次相聚，所以等待係值得嘅，即使呢個等待長達1個世紀。我曾經有一個病人叫愛麗兒，佢係一名生物學家。有一次佢去西南部度假嘅時候，識咗一個澳洲人叫安東尼，佢哋兩個都係感情成熟嘅人，亦都有過婚姻經驗。佢哋一拍即合，熱戀之後就訂咗婚。返到邁阿密之後，愛麗兒建議安東尼揾我做前世回溯，睇下佢哋前世係咪曾經相遇過。佢哋兩個都好好奇，想知道彼此喺對方嘅前世入面究竟扮演咗咩角色。幫安東尼催眠嘅過程特別順利，佢好快就進入咗狀態。佢諗翻起嘅嗰一世，時間大約相當於漢尼拔古迦太基名將公元前247前183年嘅年代，距今已經有2000多年。當時佢係一個北非嘅白種人，屬於一個文明程度好高嘅族群。安東尼當時25、6歲，參加咗當時一場戰爭。安東尼嘅族人曾經教黑人打仗嘅技巧，點知竟然養虎為患。敵人派出10萬大軍，帶住刀劍利斧，用繩索將船隻連接起嚟，密密麻麻咁渡河進攻。安東尼嘅族人為咗唔俾敵軍登陸攻擊，將油脂倒咗落河入面，然後點火焚燒。為咗保護老弱婦孺，安東尼嘅族人將佢哋集中安置喺幾艘大帆船上面，將船駛到一個大湖嘅中央。安東尼心愛嘅年輕未婚妻，亦都喺呢批被保護嘅人當中。佢嘅未婚妻係一個年約13、14歲嘅少女。好不幸，火焰失控，蔓延到咗大湖入面，燒住咗船隻，大部分嘅老弱婦孺都被無情嘅烈火吞噬，當中亦包括安東尼朝思暮想嘅未婚妻。呢個意外徹底擊垮咗戰士們嘅士氣，安東尼嘅族人一敗塗地，敵人採用徒手搏鬥嘅方式大肆屠殺佢哋。安東尼同少數幾名武士僥倖逃脫。
最後，安東尼獨自一人從一條秘密通道逃到咗一座神廟底下嘅密室。呢個密室入面藏有族人嘅金銀珠寶。安東尼發現密室入面仲有一個人匿埋緊，呢個人就係佢哋嘅國王。國王命令安東尼殺死自己。一向忠心耿耿嘅安東尼，只好係違背自己意願嘅矛盾心情之下，服從咗呢個命令。國王死咗之後，安東尼獨自一個人匿喺漆黑嘅密室入面。佢設法將族人嘅歷史刻喺金片上面，然後將呢啲金片封喺好幾個大罐入面。冇耐之後，呢個失去咗族人同未婚妻嘅戰士，終於因為憂鬱成疾、身形消瘦而離開人世。安東尼前世嘅未婚妻輪迴轉世，喺今生變成咗愛麗兒。呢兩個心心相印嘅愛侶，相隔2000年之後，終於再度重逢。拖延咗好耐嘅婚禮，亦都終於得以舉行。安東尼同愛麗兒正計劃去北非旅行，希望可以揾到前世姻緣嘅地點，同時亦都期望能夠發現更多當年嘅情景。多謝收聽 YY Sharing 嘅廣東話聲書頻道，我會分享我鍾意嘅書，鍾意嘅朋友可以 Like、Subscribe 同 Comment，我哋下一章節見。